这个苏培浩军看上去还真的有点文质彬彬啊。不过他的解说能力很强，从这个拳击到散打、搏击的这个解说啊，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来看看他的衣服上写着当代年轻人的一个人生生存的一个原则，叫对，韩老师您知道吗？啊，我貌似听说过。对，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说对，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简单许多，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就是生活当中多给予肯定，少否定。是的，对。哎，漂亮！这里是有一个表演环节是吧？表演环节啊，对。对。对。哎，还是很紧张啊。那今天有 Tango Z 老师在这边，那要不要 freestyle 一下？我有 freestyle。我来哔哩哔哩向前冲，飞奔在赛道上空，冰箱被我扛回家中，耶，意思。漂亮！我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热爱押韵和韵脚的不止 rapper， 还有解说员。哎，是吗，韩老师？我看他上去，他很快就会取代上面那个人的位置。来到了我们勇士杀手，人生一串啊！目前来讲表现很好，这个再跳到中间点，好的，漂亮！哇，过了那个面包。对，那个面包正好在他那一刻并没有动。对，一切都好说。野好军果然不负众望，通过了人生一串。如果奇迹有名字，你的名字叫野好军。一瞬间就走过了，我不装了。好，一笔勾销，果然一笔勾销啊，非常漂亮。倒数第二个关卡，这次一定，一定，对了。好，他稍稍放松一下，没问题。我看他将成为第二个成功登顶者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也不能太过放松。看看我们的杭州小泰山，他是否会是这一期第二个登顶的选手？哇，不错，你瞧瞧，不愧是杭州小泰山。你看这小泰山特点就是臂力特别强，而且呢腾云驾雾，他这个腿下的功夫也相当了得。他这样攀爬上去，说不定坚持的时间能够超过0.05秒这个超长时间。你的杭州老乡在这里等你 ，Super 野好军，一个可以代替旗帜这两个字的男人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比赛现场，我是解说也好。现场火药味很浓啊，连续的发力，漂亮，一个老树盘根，一直持续作战，体力却丝毫没有衰减，内力非常的深厚。不过这个选手看上去很眼熟啊，总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是，没错，是屏幕前后的我，也是麦克风后的我，是个没什么机缘、没什么天赋、没什么靠山的普通人。拼尽全力挣扎着，在这称之为江湖的泥潭中，经历了什么，付出了多少，没有人会在意。愈发的努力挣扎，就愈发的痛苦狼狈。人们发出刺耳的嘲笑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小丑。恶魔时刻在耳边低语：别挣扎了，放弃吧，认清自己。凡人变不成天才。是啊，凡人是变不成天才，但是放弃绝不可能。于是含着泪，咬着牙，向着不公的命运抗争。终有一天能站在天才的面前，告诉对方：我变不成你，但我依旧能够来到这里。成功了！非
非常的漂亮啊！这次真的是体现了他的对，一路都是对。对是闯关，只要我摆烂，关卡就难不倒我。觉得这样的赛道对你成功有难度吗？还行吧。这句话用杭州话再说一遍。我不会讲杭州话。那觉得今天在哪一关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？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掉下去？那个倒数第2个那个蘑菇吧，好晃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场冒险之路中难度系数高达9.0的这次一丁。这高超的难度，勇士也好君稳如老将一番，使用飞毛神腿蛇皮走位，一个个跨越圆圆的蘑菇。这飒爽英姿，观众老爷们别下次了，这次一定1键3连好吗？如果后面的选手要来参加，给他们最好的建议是什么？别来这。这个冰箱，你的荣耀在这就送给你了，兄弟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对着镜头一起摆个 pose，3、2、1。恭喜你！勇士阿马仲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阿马纵出发。哇，非常轻松啊！你看他刚才步伐非常的连贯，什么叫如履平地啊？哇，刚才第1关这才叫通通闪开啊！接下来的拥头转向。哎，很清醒，哎，非常的稳健。对，而且这个晕头转向它其实是有2个箭头，一个是小的，一个是大的。他还是比较聪明，选择了大的。不要急，最近的时候跨出去。好的，漂亮。忐忑齿轮，啊，他一点不忐忑啊，非常熟悉啊。哎，仿佛就像是昨天晚上都在这里。哎呀！我这话音未落，我好像昨天晚上在这已经走过8遍一样，没想到他突然就马失前蹄，对不起，是人失前爪啊，对不起，是阿马宗失了前手。果然在忐忑齿轮面前，还是忐忑点好。我们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一代瑞王啊，曾经不可一世的登顶高手，如今却只能倒扣入水。别拍了！今年的池水。太失望了，真的太失望了。没想到1代就这样，哎。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后面的复活赛，你知道吧？多体验，没玩够啊，这样直接通关了没大有意思。你的挑战正式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听口令。开场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敢跳啊！我可不可以爬这根绳子？
我过不去。来，这天想请问一下，拉风仓有没有达到自己心里的一个对赛道的一个预期？有，我以为我我以为我第一关就掉下去了，很满意了。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唱一首《孤勇者》。现在可以唱。现在对着镜头就是唱一首。哎，你孤身走暗巷。算了，要在那里唱才有。非常不合身，他们说。现在登陆的是哔哩哔哩第一位登顶向前冲的男人，是女王勇士阿玛纵。哔哩哔哩从北登顶后向前冲的男人，勇士来卷3目。3位猛男壮汉的衬托下，这个披风显得格外的可爱。这个其实不是披风，因为前面有一个洗剪吹的组合，这个其实是理发的围兜。又是个理发。这个好像是背理发。背理发。是的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背理发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响亮的队名叫无头骑士团。来，一起，来，无头骑士团。我问一下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那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们是无头骑士团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？因为我们没有头可以剪。没错，没错。不给他们剪头的机会。豆瓣评分0.9，好吧，这个太拉了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龙。哦，你是恶龙啊？对。你的脚呢？我的脚，中年恶龙也会掉脚的。哦，OK，有礼貌吗 ？OK。你们3个人整的还挺。那么，你们谁先来啊？我来。机会要交给这些年轻一点的。那自来卷3目勇士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就请前往出发台。好的，自来卷3目，你的冒险即将开始，请听口令。真的很想先说一句。非常的。我的生命电池没了是吧？咱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一关落水？万没，从来没想到过。咱们对于今年这段赛道有什么看法？就是怎么会在这里落水呢？我还是没有想明白。接下来2个兄弟闯关有什么想说的？真丢人啊！把本人丢下去。加油！我会。这个你写好了。我会在这里全心全意的用心意支持你们的。勇士陈子明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我意外了。我刚想说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他这身衣服是绝对有问题的。他不像是一个参加这个要闯关的勇士，倒像是一个要在最高巅峰之台进行音乐表演的达人。哇，看看他怎么样啊？很稳健，很稳健。哎，哇，他是一个舞蹈区的 UP 主。不过你看他刚才的舞步，颇有这个舞蹈节奏的风范啊。他刚才转眼之间跳出了西班牙的斗牛士的这舞蹈。找好时机跳过去了。哇，终于有了发表感言的机会了。那个，我给我的爸爸准备了一段话，我要现在告诉我爸爸，那个，爸爸，我上安徽卫视了。好，谢谢。继续向你的冰箱出发吧，潘老师在等待你的救援。其实这个关卡非常有意思。好的，叫做人生一串。哎，哇，你看后面还有水箱，啊，在不断的喷淋一个个上下起伏的桩子。这里有水，这很危险啊。那你就必湿了。对，你的必湿就会滑。哎呦！它这个很滑的。哎，这种也是一种方法。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，不管站着卧着。有没有人给他递一点那个洗发水上去？哇，后面是哎呦，考虑天气炎热，专门给他呢还进行了降温的洒水机，给感谢我们这洒水师。不过这人生一串，就像人生忐忑之路一样，高低起伏，有时候有高潮，有时候有低谷。哎呦！差点滑，这个贼滑，好滑。你面前现在已经马上就到达了下一个小平台，漂亮！哎呀！哎呀！说时那时快，我话音还未落，他突然就翻身落水。不过落水姿势很漂亮，做了个向前侧体翻成1周半。报道奥运会这么多次，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美妙的入水动作。他在那入水一刻，溅起巨大的水花。哇，这个好难，这个是最难的，这个是最滑的，因为最滑的，他跳过头了。哇，天哪，我紧张死了。陈子明啊，你经常给自己加油，现在你油没了，请问你还能加得上吗？可以加。陈子明加油！陈子明加油！陈子明，你不加油谁给你加油？哔哩哔哩向前冲，那个冲！虽然我没有到这个终点，但是我已经从起点出发。陈子明加油！陈子明加油！陈子明，你不加油谁给你加油？陈子明加油！陈子明加油！完。